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哈发》，我是敏华。在开车的时候呢，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哈嘎天台。为什么？里面呢非常的丰富哦，而且你不觉得吗？祝慈你主持人很厉害。今天 GoGo 直击就带大家去直击祝慈你主持人。还有呢，是开始呢来做了垃圾给减掉。故说呢，你先做验证符。大家看看天台祝慈你动作呀，没有看稿子就能够直接开播，一个能够演奏乐器，一个能够冲国哎，所以他们不但要懂得够多，还要言之有物，因此得要不停的充实相关知识。哇，这就是我祝慈你子耶，跟大家 say 个好喽！嗨，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祝慈你子耶，非常的欢迎大家来收看你的节目哦。当祝慈你呢，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其实那是一种学习，也不算辛苦哎。我觉得最痛苦的事情是你叫我不要讲话，叫我不要讲话，这是我最痛苦的。今天 GoGo 直击带观众走入广播天台，看看主持人为什么这么厉害。原来平常得要多看新闻、看杂志，还得要多听音乐，了解流行趋势，才能够把这么多有趣的故事讲给观众听。刚刚呢，听他的广播啊，他在里头呢还宣传了我们哈嘎的吻吧，还有我们的音乐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说当主持人祝慈你呢，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？其实做主持人哦，对我来讲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因为我本来是懂好讲话，客家天台只会讲客家话，客家人就会讲客家话，所以我会一直觉得说，我有这个平台的时候，我就当然要把我会的母语，透过空中一个传输来讲客家话给世界，做得用安尼给听众朋友听节目。喊做对了，学习客家话。想要当电台主持人吗？把麦克风当听众，训练自己跟自己对话，你也有机会变成电台祝慈你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认识了不同的职业，当然了，这些职业到底要怎么讲成客家话呢？一起带大家来复习一遍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电台，天台，天台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像我这样工作啦，主持人，祝慈你。祝慈你。第三个，这句话很实用，也讲得很正确。来看这句话，就是电台主持人很专业。天台主持人懂专业，天台主持人懂专业不？好了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